许仙到阿叔店里向去伺候，出于王永昌意料之外。阿科长，我一句闲话谁得罪个爆发的？跟着许仙大概到周之上，还有啥凭我3寸不来之日，关在里头翻开的。分科长小夫妻2家头，坚决要开店，享福了。而且个十三家讲个闲话，搭里面孔一样相当漂亮，心里想好，但是面孔上还要强装笑容。十三家，少公，哎，今朝周我说到该搭来啊，听见你要当我老如果自家开店做老板，就说心里想说不出个。靠我也没难过哦。是小姐，既然你都决意要开店，不听这话说两意相求，蛮好。我个人欢喜清清爽爽。那么老子过许仙从今朝开始，我大声的伺候出去啊！谁子们都是司路大神，享福了。写出来等了给他开店书开这样好本事这样大，我办地方活个。那么呢，还有啥腾特子毛包2张门手，因为那许仙要开店，新开店开出来要进压力，那个压力全部到莫塔山来云上，不但我大声当，我腾特子毛包门手在了不上。倘若那个压力当我大声当来进后，我趁枪使力，砰，塞那一片，2张门手。告诉讲哎，老实讲啊，司路大神，你要开店啊，你几千不容易。这话说，不妨你开出店来，生意兴隆。都是了。我要你开店嘛，压力按准备。哎呀，万一我带忘记特子哈，这下子开店，这个也3分准备了哇。司路大神啊，但是莫语呀。啊，你要开店压力2分准备。是啊。那么我要跟你讲，苏州压在地蛮多，莫塔山、来云上、黄河区啊，把人家压力侪付出。乃至过开明张胆去进货，在一本正经打这话说大声当进货，说啥里靠动作办马内居家里各种闲话最难听些。哦哟，别个那些的这话说地里向的压力啊，比莫塔山、来云上要好。侪是四川成都货，信得过但我打，信不过莫塔山、来云上难看。许仙想嘛，阿叔啊，搿来我相信那个，啥他们拉你店里向做个后几个呀？那个人虽然散去，但是店里向个后嘞，店里向个野菜侪蛮正宗的。葛么我为得带人家带去进货，总归带你自家人阿叔带点点来做个阿是了。哟，司路大神啊，想我们谁在司路大神的地中，今后谁是了？哦哟，还是相信这话说，到底是家人。那么你们家这个开明张胆到辰光来进货。好吧。闲话讲出来，你都搞做银子该1万两，你不能欠账个。我有放心不在，我不会欠你同地的呀。司路大神，你放心谁是的。好好好，那么还有啥事体了？但是为于啥么子？像我店中的生菜们，为莫于准备呀。啥个？你要开店生产高上分准备？是的。跟你特出来无的，野菜店的生产高上帮还是很重要。你现在关在把人家马上去做，买饭城市的起码要3-4个号头。你是马上想做老板，等不及，是干吧？这话说店里向付生产毛把呢？司路大神啊，难道你也关店了吗？我想出来老戳我眉头。那如果你啥个闲话？那么你这个店里向的生产毛把我们，你店里向不用着，也要关店着了。蛮好，那么你试试看，我弄个咋会得快？老实讲啊，提起搿副生产高上，我一头皮个气。好，拉你前头有个年轻小伙子到这话说店里向来，陈村到爆发在身上。嚯，
我生意店里日日蛮好，不晓得后手来不灵，配价请配上发财高不？加上牙齿巴里干渣渣也委定我自家开店做老板。我孙多非要开店，年纪轻500今年，一定要开店。两家头不听我劝，拉苏州楼门开饭店。不晓得搿饭店开出来分打半个号头，只听见砰！做什么？关门哇！哦哟！那么当时辰光开店整个压力侪是我阿叔王永昌。搿饭店关脱嘛，500铜钿压力还帮我，所以我搿副身材高上低下个，基本上是军人性。拿明朝来看看，用得着我搿副，倘若用不着的，我搭你家在香山矿物上重新搭你当高山。搿许是一心也没，明朝我带事业去看看了，啥天么重新当高山了，搿个辰光忒长勿够。搿么呢，我自个看下来，搿副身材适用个。搿么我马记下来，师傅大人啊，今日谁知待小时，明日到底终一开就是了。蛮好蛮好，还有啥了？哦，但是外语，那外语了？是啊，像我店中的先生们，我为莫有亲呀。什么子？那出来我先生分准备啊，开到底先生很重要。把你老板支持啥想马路里忠心耿耿做生意，那饭店开出来发财。那两个先生打你老板的国家第二浪当，那饭店基本上像泥路网开饭店。恰着，那如果那么分准备做话说，有2个包发财，一个姓张，一个姓李，一个拉摩塔山，一个拉来云上，因为2个包发财个脾气呀。搭个老板葛福龙，一直想自苦出来到新开药材店当先生。那么我店里向有只温国区在私家的，不好开现在。那么那如果难开店嘛，自家人，我拿张李后宫2位包发财，叫人把你来看。谁知嘛都是了。啥闲话自家人哇？还有啥呢？外语。那那边第三个我阿做得难开个呢。昨夜师傅大人多多帮忙。那样样事体谁让我来？到底啥事体难讲？那这地中的小孩们，我为莫有亲呀。出地仙家分准备。是啊。哎呀呀呀，老大哥啊，那个来我差得多的，开到底出地仙你很重要。这个是门面辈，那其他方讲谁拿你阿西讲，那方看里向好眼头个松弛。做起事体来的，机灵得不得了。有啊，那出侬买的呀，写出了，半路上杀出人家。我有有人，县级官有人。那阿西个兄弟，叫县级官，人比阿西神气，身高要买1.8米。双条腿，我讲有点好奇。尽送尽多个事体做得动，叫啥饭了菜，一点点吃不落个。我搿个人是个新人哇，谁知神哈？那么我随侬阿西个兄弟县级官家人。谁知嘛哈哇？不要紧，还有啥呢？但是莫有了。那再有嘛，我也趟不了，样样事体这样我。那么辰光复杂，我也要办着。哈哇！16家，搿是啥？叔公。不许谁的自己用力，非是再委屈吧？反正王永昌想还吃药饭的，我刚吃特杯茶穷药，12两银子弄脱了。吃顿药饭，我半杯店也干不了。反正16家，等到你到小夫妻店开出来着，那么生意稳定着，那你2家人家还做锅菜一道随意。哈哇！搿是啥？许先送礼多，支部2家头出门，回到里向搭白娘娘商量，说家姐，我要开店用啥个招牌？说小姑娘你也算聪明，那一些做不够歪。你都要杭州开店啥个招牌？你要白无堂，那么你加2个字，叫接住白无堂。许先听大概他心里想激动。你家姐对我真的好，懂点办法，
才是理出理想，名气才是我。这种把无当，虚是梦想。那么些夫妻两高头去请世木两种，因为现在的店面和一般性店面是不一样，要重新非常店面。你都忙，王永昌到阿西一道路回转去，想想去，想想有。哎，阿西，有啊！我好比一个人，你好比少人家。哎，我好比啥差？实应能用，我一番个心意来抬关公。谁知他们寡人风景呀神呀去，乌龟个再讲心太凶，菜样再该用头打鸡。他气里个爹爹去放鱼熊，来想想我有娃还是要气啥？有娃，你哪比人家唔少还比？你哪去比个山菜？山菜是坚持要，你还是坚持？现那个出来呀，专门来冲我有娃买的。我来出来买的，你们老出别人讲许相公买的。昨天，叫人把许相公两个先生没办法在，你说的比闯大还听。啥个弄的？你当侬阿媳妇晓得，张力二公，一个叫父母额，一个叫八官的，让那玉面锅里向冒蓝荣耀。吃子上等不下等，你哪是别人讲是办法的？那个写出来蛮聪明，还是真个办法在身上。我有话不用，家人不虚心，我讲个，我家里非开的，你非要开的，那么试试看，不记得我王永昌龙福公都小夫妻。昨天，根本你哪为要叫上你个兄弟？你个兄弟更长兵马上要死下来夸着要。那个写出来嘛，更要李洞宾不是好人心。你的兄弟些，你过饭个够长兵，肚皮大得像条帮，饭菜进都进上，吃到了事体做不动，马上要死下来，郎中先生回头。报得现在讲评委通知书来自3张，登困棺材，死下来，那棺材也买得起，那买不起。让我有话打你到兄弟些，你过买。我现在想个办法，两全其美。哎，我不非要忙，你也非要忙。你啥个意思？让许先忙，让你分开点先发财。马开小姑子，把你的兄弟困困。有啊，那个良心是美酒店里向出来的，非要难为，花店当我做桩事体。那带有面过去喊张力二公，带我店里来，说我有话与事体搭里头商量。有马说不办法，吃老板饭。听王永昌喊话，阿西到右面过去喊张力二公。张先生苏州人，李先生宁波人，其实两个人正宗办法的。那么哪弄得现在右面过马兰荣呀，吃子上等，不下等。
现在讲起来，随着个脾气疙瘩，羊毛毛吹更多。等了毛太山来云上看见老板待人这么不大高，你都要提意见；夜里里向不大高，你都要讲闲话。那么老板用的不是先生，是个媚药，你都来过，干啥个名堂？学生意。搿些辰光学生意被要弄点催命器，所以一个滴里国，一个吉利国，一个不满额，一个八关店。苏州城里向两个先生，搿种名气不满额也八关店，啥人敢用，侪不用。那么落魄有苗官买来荣耀，七子上等，不下等。但是今朝奇怪，王永昌店里向3年阿西关着你到大省堂，说王老板有事体搭你商量。王永昌刮进帽子，晓得你两家头不满额八关店，啥么子商量？搿蒋先生，李先生，搿我弄不懂。我也不晓得这位。阿拉到黄油房5元来往。哎，谁是呀？哦，我晓得了。哎，搿我去黄油房炸了海。哎呀，李先生，哎，你哪会欠的铜钿呢？搿侬清爽个油苗官生意5元，哎，生意5元，大皮吃勿饱。但是搿大皮吃勿饱，日脚难过了。搿我要借铜钿了，哎，看见个王老板带戏家门跑过来，哎，搿我说黄油饭谢谢。近来生意5元，大皮吃勿饱，借2个铜钿来。哎，搿么这叫呢？借叫搿几花？讲出来难为情。哎6个小铜钿。 6个铜钿，你去吃点啥呢？娘妈先6个小铜钿，我只好西家门吃碗豆腐花了。要吃个半个还是？哎，刮金帽子。哎，搿今朝2家头，哎，搿王永昌叫得起，就是要讨回6个小铜钿。哦哟，带石头三起来呀，还要太走起了是个？对个。搿么勿对哇？啊，没你们太铜钿。我有份交的铜钿了，借我去啥去了？侬有欠的铜钿？我从来份欠过的铜钿喂。 搿倒奇怪嘞！哎，去再讲了。刚刚面头看呢，一记总归清爽。2家头晓得王永昌店里向温锅圈在世家头搿一眼下去，葛么身浪向个行头不来塞，八里都要出馒头，还是回转去玩玩，其实没啥玩头。哈个行头来在店档里向打脱，吃饭吃脱。现在屋里画个2身行头有名堂。 叫两会，那叫两会。我这个行头望正跌当拳台上，啪挥上去，跌当老板眼睛抬抬，一看不来，啪挥下去，挥上去，挥下去，所以这个行头叫两会。一大路望正神啊，大声堂，看见跌当里温锅圈在水高头，不敢进去，要出馒头，望正边浪向行李箱。 前恰看见个阿西，哎，西龟，那就阿西，哎，过来。好，2位八关店先生，你都来着。哎，讲点啥哈？还听得来？哎，你到等下，我到里向去并帮你有话。哦，搿么你快点啊！阿西到里向并有话，老天，2位八关店先生，拉了门口待在，是有话开正门，出在里向请，里向请，请啊！ 到里向去，2位先生，啊，稍请手。哦，宇宙在此。阿西啊，送茶啊，有话，茶叶不，那个写出来，一袋也不茶叶，带我去忙。哦，那3位等些。2个先生接着一丝夸，请到里向还要吃笔芦春，叫阿西去忙。搿蒋先生，吕先生，不对，哪桩事体唻？ 我晓得了，快去得嘞！搿王永昌要死忒快。哎，你哪去追人家死呢？有句老歌，啥个来个我？叫“人宅改相，妃嫔接房”。哦，拉改相，哎，不是死脱就要生大毛病。哎，看上去是该。 2个朋友拉出王永昌眉头，王永昌分觉着，搿个2位先生，王老板，近来有没有过生意呢？哎呀，有面过。搿里呢？ 小太，我晓得了。哎，生意好6个铜钿还拨伊。搿不都太早吧？搿黄油话对勿住。哎。
搿近来有苗过生意，有大便吃勿饱。生意石头别家勿够。搿如果小动力下汤还拨侬，啥物事？你都受挫着？啊？哦，你都当知我王永昌今朝喊你都来，随时上趟西家门，我只要帮你都落个小动力。伊搿么勿是噶？啊？啥个闲话？搿种事体我们老早忘记脱，干干净净发了心了。哦，搿么王老板，今朝拿亲戚来，搿么摊点啥个事体呢？哈？那么我王永昌呢，你都应当晓得。哎，我个人心地善良。我们呢专门行好事，要想做点自助。自从你到两家头把毛汤山来云上汇团生意，有苗过毛来荣耀吃子上等五百下等，我夜里向觉也困不着。哎，一直辣搭你都担心，下来天冷么你都难，大便也吃不饱，一直要想侬都叫上到店里向。那么我自家店里有温锅圈在水家庭，我也勿好开销。哎，对个呀，一直辣等，不晓得机会来了。现在一般新开店要开出来。哦，谁了周知啊？哎，老板呢讲拨你都听，你都认得。啥人呢？这是我个老实哥，杭州人包发财先生许仙许厚文。哦，许厚文。哎，许仙你倒是认得个嘿。那么你要新开店噻？那么侬都两位先生叫上得去做出店先生。啊，搿还有再好哎呀，搿是王老板，搿是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两位先生。哎，是个？哎，你都看侬都叫上得去。哎，一个月，当我拿办新开店关脱，也差不多。咦，搿种啥个闲话讲哈？我晓得了。啊，啥太？许仙是一个老实官。对个喂。搿王永昌晓得两家头有两种本事，哎，一种真本事爆发财，还有一种本事逃江湖。搿么老实官开店，伊要侬接江法接两家头。哦，要侬真本事开。哎，搿话有话侬放心。哎呀，王老板，搿老实官许仙开店，阿拉拿出真本事带侬开下去。你定心不做发，啊！你都受错脱了。真正要请到包发财先生。哎，苏州城里车载对粮，我不会害你多。咦，搿种啥个闲话？那么正因为晓得你到两家头，一个叫分满额，一个叫包关店，随时要叫你多想办法，当我拿许仙搿边新开店，关脱之拉到啊！你搿么啥个道理呢？啥天关脱呢哈？搿我弄不懂。讲出来一百句。哪桩事体唻？你都晓得。哎，搿个小区本来辣西江药材公馆里吃官司。侪是我王永昌单把努力从西江药材公馆弄到大升堂。后首来爆发在苏州城里有点名气骨头轻了，就说踏上发财高步，牙齿把你干扎扎，要自家开店，一点点不良心。我完全是劝不信。你要当我做对，你要开店，我谁要你关店，我叫你到两家头想办法。当我努力把新开店关脱，我啥桩事体嘞？啥东西？关在你去关店啊，先生。你都叫他想办法，当我拿许仙把新开店关脱。你身居不饭吃，当我大升堂吃。那店里向么温锅圈走四家头，告知你到两家头叫来木头吞了一棒头。咦，江先生，李先生，搿你有办法了？搿么还有伐？哎，试试看了。你家吃饭也真，试试看。只要试，我晓得你都来塞。既然答应，那你到还上路，我还上路，每人10两银子弄好。哎呦，王老板，你搿10两银子啥个讲究啊？啥个讲究？你看看，你到这样办法的。你哪来？别人讲开酒店个干花子比你都还要灵光，身浪向像皮带多了个。油脂加隆多，头发浪向一丝一块白纱看得见。哦哟，难为情，还难为情。香汤没药，哦，晓得在。浴室里向大大清爽，头没天天，外头个澡么侪微微清爽。哦，妇人放心，有什么晓得在。是个啊，哎，皮头铺盖么非要买2个子。搿么哪能？全货店里向去各买1个。伊搿么哪困法呢？哎呀，嘎嘎，我当然讲唔不叫我辰光买2个浪费，1个么啥呀？哎呦，王老板，你这心也都清淡了有伐？那么是个啊，哎，我王永昌今朝拨你多10两银子，你都心里向有数。哎，下来有啥个不当之处，
请多东都造福。那么王老板，来是讲一声，你放心没着，哎，该桩事体呢，你总归摆了你身浪向。那么这个，哎，明朝到该辰光神就来，现在走吧。我弄到老板许谁海得来，双方碰碰头。哦，好。两个先生没办法，肚皮吃不饱，要家内个每人10两银子拿好，去个铜锭慰慰清爽，马子身行头，皮头铺盖各买一个，身浪下头浪下全部弄得笔挺，一小一个实地来着，大劲大声当，刚吃松定身体，哎，许仙还来，许仙现在开心啊，啥他妈马上就要开店，自家做老板子呀。而且现在也打扫店里向去看看搿副身材高尚，带着呢哈。所以有辰光过来嘛，打进来一看，哦哟，阿叔带来得个噻，啊，什么还来着？当然来，哟，师傅大神，小食来了。那是故意开店做老板子，面孔上红光眼。哦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是。这个那个账单也全部弄好了。账单全部开好子，喏，随子沟里向挖出来。师傅大人，请你购物。别急，让阿叔来看看。王永昌眼特，啥几个写出了是有本事，一夜天功夫，这个账单开得这样详细，一句也分漏脱，随便啥个方子来放大汇票，小辈应用。老实讲啊，真的不容易。哦。那么这个，这话说在改个上头搭来今后，哎，好吧。那么按到底一银子，你多定，动银子翻千那个，随子沟里向重新啪挖出来一张1000两的一张银票。喏，师傅大神啊，你试试一下，看看可不可以了？1000两，1000两是真足够的。哦，东台沙布。好的。哎呀，去看看副身材高尚。没哈，今朝我来就是看搿副身材的，好吧？大字许仙开窗口门，一副身材高尚，八字上有，灰人蛮黑。王永昌过来拿个灰人举例子，一搂，老实讲，俺看就举人心。好的。一看嘛，哎，搿副身材高尚，得来得个好，根本我冒下来，啥得起素质呀？师傅大神啊，我看谁是他的呀？那看中间，卡定周家。那么费去也多少分人啊？就和同地嘛，大白人家好开口，但你老实过自家人我开不出口，因为搿副身材高尚嘛是实干，前几年底下呢是60两银子，那么当年下来嘛，总归要收点利的的，还是但你老实过难开口，开不出口，实干嘛？随脑子呢100两吧。哦哟，那位难开口了哈！一张张纸40两这样，别去管的，只要我能够派用场，我就拿你骂下来。师傅大人啊，那么谁是他的呀？真气呀呢？老实讲，那么谁卡定周家？是。哎，大致虚心，伟大课堂给老实讲，刚才分担来家长呢，俺看就给他2个人，一个姓张，一个姓李，一个拉莫塔山，一个拉来云上，苏州城里爆发的。2位先生，这个就是你到未来的东江，老板姓许名姓，生日欢坟。那个老板许老板多多帮忙开多多。2位先生不用客套，将来么呢，我也请你们照顾。那个应当都热了。老实讲，难说话了。这话说呢，既然家长人我做事体欢喜清爽，这个2个办法在，等了你弟弟想帮忙，你1年把你多40两银子来看呢。哦，许先生嘛，哟，哎，家嫂让帮我忙，啥他们2个办法在1年40两，我带阿嫂弟弟想一个号头1年还要40两得了哟。可是我他这个便宜好哎，哟，多谢师傅大神。不要客气，自家人我办事体办要当然弄清爽。是的。王永昌最女的2个先生也不是办法的，办官的。现在有面官忙懒虫要500事体做，吃子上等500下等，那些句屋里向树木两足，忙得半死。那么这个娘里都跟来走去帮忙做小工，
混两顿肉饭吃吃。老实讲，屋里向蛮忙了，还哇。是啊。那么两个先生没事体，让你多跟你走去帮帮你做散工。哎，你带想得就得，可是用得这个，谁知嘛神汉。两位先生多难，各还有啊多钱多钱。那么许仙大致两个先生各是王永昌为主周知啊。树木两处西洽拉动工，两个先生其他不为主，一个婆婆会说，一个手手走的。多忙，里向白娘娘小青青哈拉拉忙。白娘娘搿点考究，不过大工小工，一到吃饭，牡丹加油。哪个今朝台子上的小菜，侪是归着小青青，拉大人坊菜市场去买。野生姜鱼，野生牡蛎，大闸蟹菜，此话也超过半斤以上。你想各种小菜，这个人不人半女不分门啊，各种味道，鲜了个香。馋吐水已经给他的滴下来个江先生。哎，李先生，阿拉老板娘派头大。哦哟，哎，搿大闸蟹野生姜吃来。我啥意思吃到这个？搿吃来，搿么当你吃吧。吃。就说日里向吃，夜里向一肉，牡丹加油，哪个不是上菜？重新一做，日里向是洋上湖大闸蟹，夜里向是太湖大闸蟹，还有野生黄肉，不得了，生态体，香是香得半死。搿人不人张先生两高头吃得恶心个江先生，李先生，搿等多日了。搿到底来杯娘石头泡一个怕的，搿江先生啊，至于老板娘带阿拉两家头介好，谁是我？搿多肉吃，哎，搿阿拉两家头带老板新开店关脱了，可你哪做得吃呢？是了，不是人了，搿人侪有良心个呀。对个，搿么哪呢？阿拉要拿出真本事，蛮好哇，带老板开店，蛮好。要拿出真本事，所以回到屋里向两家头，一个皮头铺给掼下，天蒙蒙亮门在站浪向打盖搭看见许仙，老板呀，两个先生，你到这样子说听，提前到底帮侬忙，我店也分开，提前到底帮我忙，对个。你到街高浪向耍个名堂，呀，老板，阿拉两家头个皮头铺盖，啥么子？搿个皮头铺盖，呀，西夸屋里我出像大陆那玩，多他，你都听哈，雷浪山东街张先生，陕西街那李先生，皮头肉子张子侪是七八千星，加上我刚才关着离开家具人。送得来，谁用木开黄羊？两个先生打到房间里一看，呆脱呀！搿江先生，哎哟，李先生，阿拉两家头是个大做亲了。哎，侪是新买个不哈？搿要拿出真本事开下去。到底生意做下去？王永昌分弄懂，这两人子多脱的，本来要关店，现在辰光要搭许仙开店。一切财务疏离，谁缺一个人？啥人没出地生意？封建社会规矩蛮大，搿边新开店出地生意不得上，开出店来不发。那么许仙大心不诚啊！说阿嫂，你还是刁难我。我凡事举办这起东风，你阿西个兄弟生意官拿回分来，我不要开店。王永昌没办法，逼了。底下人阿西啊，别人讲许相公要开店，你到兄弟拿回分送得起。有啊，你个兄弟还有半口气子呀，想那个出了，你听我个觉得有一口气，当我送得起。晓得，没办法。阿西猴子眼里回到屋里向耍他的，只看见个兄弟生意官。肚皮像条帮子样大得半死，其他是皮包骨头，拉台上里咻了咻，兄弟啊！搿个阿西个兄弟生意官，石头一捉你，三个狗长病了，吃没吃多该，
介绍下头发通畅，跑不吃，所以搿个肚皮啊，来得个大。搿2天发灵光子，迷惘几岁，一个人困了这个大床堆里向。现在上子半口气子呀，听见耳朵半边有人辣浪喊：“啥人啊？”眼睛张开了，阿哥，兄弟呀，嘿，你阿哈地了你，看上去是副大灵光子。你不能死个。奶奶，就说现在死推口棺材一样红毛的呀，什么都，你有话规则，侬叫人来到前头周记上许相公新开店做出地仙女。啊，第个没往你那讲得出个来，阿是我现在搿种腔调，我为啥去做出地仙女了？你不是去害人家吗？阿哥，哈，我背也背不起来子，那为啥去做出地仙女？你非要去管理你老板刮成帽子想出来，说个人家许相公分开店先发财毛开先棺材把你困呀。啊，一看嘛，阿个娃做人，晓得个，自家身体看上去不灵着，也死下来着。等到死脱个后，石头呀，屋里向这样穷法，路面店那个同地人子当我毛棺材呢。而且现在辰光个娘还啥子毛病，困了硬房了海。阿各位高头在同地养活我得子娘，现在这也接得出毛棺材同地，路面店远呢。一想搿么非要去管理，根子去吧。阿哥，兄弟呀，搿没喊我随根子来去吧。搿么这个把你最不动，侬来堵你吧。好个，当心点啊！当心来吧。看见一个人等下来，去2只水马上的肩高浪向一打。哦哟，蛮怂的，当心点啊！大子兄弟仙女姑，点发，啥他的盲针周指上辣点过来。不晓得你还点个仙女姑呀？这肚皮来得个大呀！现在放了你肩高浪向，不然是俺一点嘛，至少点得了呀，气也推不走这呀！哦呀，阿哥。我不来再看，不能死个！我来再。不用老死推开棺材，成就也自家嘛。兄弟啊，都花都不能动开，那我忘记他这最气也推不走。才子兄弟仙女姑周围打到周之上，一看不得了，一盘新开店，黄金拉片，天经理500人，才出了出来户。侬2块来大上盲针，天经理一剁，侬个兄弟仙女姑盲针里向当一推，许相公。你兄弟来着啊！许三一看没眼，推进来一个人呀，啥人叫他那啥毛病了？西瓜，他那是后虚养生啊！你们才是你兄弟接仙女姑呀！他在生病呐！毛病是有个，你有话讲，娘来分开的先发财，毛开先棺材把你捆。哈，你快回来呀！哦哟，一看办得这样快，些功夫人也不看见着哈。是这个是仙女姑啊，哪是让接孩子？青儿来啊！青儿，你快来呀！仙女姑也死下来个人，把那白娘娘小青青精心调养，3日天下来，也死下来，蓝红才当得上。王永昌出卖头，那么呢，许仙也开张办武堂，无为继续。